系统绑定成功，相亲对象提出的所有条件都将转变成宿主个人资产，祝宿主早日暴富，相亲成功。这是系统？等下，变成我的个人资产，也就是说，只要我不停地相亲奇葩女，他们的要求越离谱，我就赚得越多。天，这不是走上人生巅峰的捷径吗？怎么，你对我刚才说的话有什么意见吗？没什么。我想问一下吕小姐，对于彩礼方面有没有什么别的要求啊？我要求啊，不多。市区全款房子一套，20万的代步车一辆，都要写我的名字，彩礼38万8，三金10万。好家伙，胃口还真大！要是没系统，你看我跑不跑？以匹配相亲对象的要求，您已获得海棠湾小区一套房，保时米一辆，现金38.8万，周大福3金组合。这哪里是什么小仙女啊，简直就是普度众生的守财菩萨呀！哦，我的这个要求不算多吧，而且我们家也不会白拿你彩礼的，到时候会陪嫁一些家具电器之类的。好人呢，以后相亲就要找这种的。你要是真觉得多的不合理的话，那我们还合理，非常合理。我觉得以吕小姐这种条件，刚才提的那些要求都不算什么，甚至啊，我还觉得有点低。哎，吕小姐，你的条件就这些吗？还有没有其他的？以前那些相亲对象听到这条件，怕是直接开溜了。他竟然看起来有些激动和期待。难道是我喊价喊低了？莫非他其实是个隐形的富二代？那个房车和彩礼啊，都是基本项。男生啊，这个性格和品质才是最重要的。比如工资必须上交，婚后不能强迫生孩子，还有不能查我的手机和个人行踪。这都什么玩意儿？菩萨，许愿就算了，能不能往物质方面许愿呢？方向偏了呀。这其实呢，男孩子大方一点啊，才最有魅力。比如说，这给对象买一些轻奢的包包，或者过节一起去国外旅游，还有这求婚的时候呀，买个大钻戒，这些行为那是很加分的。是啊，对，就是这个，这才叫许愿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这要求都没有抵触和为难，不会真是个潜力股吧？我的条件明明比吕双还好，怎么就遇不到这么好的相亲对象？那个，冒昧问一下林小姐，你对彩礼有什么要求？我的要求呢，要比双双高很多。说来听听啊。我是独生女，我爸妈说了，未来的结婚对象必须要在市区有2套全款房，这其中1套啊，必须要写我的名字。彩礼嘛，最低50万，车子必须不少于30万。哎呀，这位才是重量级选手，怎么今天不是和这位相亲呢？可惜，真是太可惜了。我们珊珊很抢手的，她已经有了一个在谈的相亲对象了。他在可惜我有相亲对象了吗？又有钱又帅，这么好的男人，不能让给闺蜜。不好，这婊子想跟我抢男人。先生，你订好单了吗？拉着闺蜜拿我当凯子，谁还在这当冤大头？该去领取系统奖励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不吃了。不吃了？你不是来和我相亲的吗？相亲结束，我觉得我们2个不合适，外凯之间先走了。这么走了？他居然敢拒绝我！2位一共消费5888，请问谁结账？什么？这么贵啊！出来相亲吃饭还逃单，
这种下头男，活该他一辈子找不到对象。一个穷逼装什么大尾巴狼啊！珊珊，那今天这顿饭，你好，我来取一下之前下好的3斤。好的，您稍等，陈先生。相亲对象的要求都能成真，爽啊！以后一定要多和小仙女相亲。我想问一下，这一套能换一个等价的金手镯吗？陈先生，这套款式很受新人欢迎的，您确定要换吗？换。给相亲女送3斤，她只会觉得理所当然；但是给老妈送一个金镯子，她能炫耀一辈子。老爸老妈的礼物都已经选好了，接下来该去看看系统奖励的新车了。敢逃单，别让我再碰见他！哎，双双，你快看，是你那个抠门下头的相亲对象。珊珊，我们走，去找这个穷逼讨个说法。啊，他进 4S 店干什么？陈先生，您的爱车已经准备好了。居然还是顶配，好啊！系统相亲必须多相亲才行。陈先生，您这辆可是咱们赣南第1辆璀璨洋红，手续已经办齐，随时可以开走。谢谢啊，王经理。感谢系统，感谢不知香菜菩萨。恭喜陈先生成为尊贵的宝石米车主。连顿饭都请不起的穷逼，去里面能干嘛呀？去过眼瘾呗。肯定是，现在这车这么火，想买都买不到。陈秋，我去，璀璨洋红，这配色不是上个月才刚出的吗？这哥们就开上了。妈的，这车这么骚，这不是逼我马上下单吗？我去，这车这么帅，这车主怎么像我堂弟陈秋？不对，陈秋刚被辞退，哪来的钱买这么贵的车？宝石米的车好像得20万吧？是20多万的车怎么了？不买 BBA， 买个宝石米，更是一辈子都翻不了身的 low 货。那可是顶配的 Max， 不是20万，是30万。舍得花30万买电车，家里肯定不差钱。这个陈秋绝对是优质的对象人选。算了，不说他了，我们等下去看电影吧。不了，我还要去看房子。看房子啊？真羡慕你，遇到的相亲对象都这么靠谱。当然，因为我长得漂亮，要不然刚才那个陈秋怎么会更中意我呢？珊珊，哎，他来接我了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哦，拜拜。珊珊，我们直接去海棠湾小区看房吧。你这车太老气了，结婚后必须换。我可不想以后同学聚会，别人都开个 BBA， 就我坐破小众去。这车才5年，还挺好。好，换，结了婚就换。珊珊，咱们还是先看房吧，海棠湾小区位置还是挺不错的。这动力也太爽了吧！希望后面的相亲对象许的愿望再大点才好。对了，系统还奖励了一套房子。海棠湾小区，这得1万多一平吧？
这光靠上班，猴年马月才能买得起啊。不过我现在只要不断相亲就可以了。对了，先去看看房，回家让老妈继续安排相亲。哎呦，珊珊来了，来认识一下，这位啊是雨洁的婶婶。改口费都没有给，还想让我认亲戚？阿姨好。阿姨好。妈，我约的李经理到了，他可是海棠湾的物业经理，我特地托人约他带我们看房的。没想到陈雨洁还真有点人脉。雨洁老弟，你放心，今天带你们看的这几套房子可都不一般，都是当初开发商特地留下来用来送人的珍藏房源。好，那麻烦李经理了。哎，应该的，来，请。静兰呀，你也该催催陈秋了。你看我们家雨洁，这马上就要结婚了。现在这个社会呀，男人没套房子，谁家好姑娘愿意跟你处啊？对不对？说的就是啊。王大姐，我说静兰啊，你家那个陈秋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人家吕双姑娘说她连饭都没吃就跑了，那一桌子的菜啊，还是人家自己买的单。你儿子这情商啊，怎么可能娶到老婆呀？王大姐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回去我就说他。唉，儿子不会无缘无故这么做，肯定是那个女生让他难堪了。哎，我说静兰啊，现在这个世道啊，那些姑娘可都精明着呢。你看我们家雨洁，人虽然是老实了点儿，但是她工作稳定呀。我们再把房子给她一买，你看像诗珊这样的好姑娘都愿意跟她处的。所以呀，你也别只顾着愁。正好呢，今天跟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海棠湾的房子，这地段和学区啊，那可是真好。你要是能在这儿给陈秋买套房，你还愁他找不着对象？嫂子说的对，回去就跟他爸商量一下，砸锅卖铁也要给陈秋买一套房。啊，这是咱们1213室2厅2卫户型，南北通透，户型非常周正。不错不错，这户型确实挺好的。这采光和通风也都还可以。李经理，我听说咱们海棠湾小区有楼王，不会是这种2室1厅吧？啊，咱们小区确实有一栋楼王，在9栋，那栋楼是咱们小区位置最好的一栋楼。不过，弟妹啊，那个户型咱们就别想了，那是我们大老板当初专门留下来，未来跑关系送人用的，不对外出售。这是看不起谁呢？李经理啊，就算不卖，可以带我们去参观一下吗？我们参考一下。看是肯定可以看的，没问题，跟我来。系统，你只给了我房本，也没给我钥匙啊！宿主稍作等待即可，会有人来接待。好吧。各位，请进。我的天哪，这才是房子呀！李经理，这套房子真的一点都不能商量了吗？我们可以加钱。哎呀，美女，哎呀，这套房子呀，根本就不愁卖，这不是钱的问题。我不是说了吗？我们老板留着送人的。不好意思啊。哎，王总，您说？啊？海棠湾9号楼最后一套房哎。哎，好，我明白。哎，您放心，我肯定帮您好好招待。哎，不好意思各位，情况有变，这套房子已经被送人了。这新业主马上就到，咱们就不方便再待在这里了。我着急去门口接人，各位，请回吧。啊，真没用！珊珊，哎呀！哎，您好，请问您是9号楼501的新业主陈先生吧？啊，对，是我。哎呦，陈先生，哎，
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咱们海棠湾的区域经理，鄙人姓李，您叫我小李就可以了。好，李经理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集团的大老板亲自打电话，还特意嘱咐我要好好招待，还将楼王送给了他。这肯定是个大人物，我可得好好伺候好了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跟我来，我带您去看房子。来，请。哎，陈先生，请。陈先生，您看这套房子啊，是咱们小区当之无愧的楼王，不管是位置还是采光还是视野，那都是最顶级的。多少人问我们老板张嘴要，我们老板都没松口呢。不愧是系统送的东西，果然是精品。以后只要不断相亲，绝对可以走上人生巅峰。一点用都没有。什么人呢？这是，我们还没看完呢。究竟是什么样的大人物，能让李经理都前居后恭，急成那副模样？我们再上去看一眼。啊，这会不会不太好呀？这有什么不好的？我们也是顾客，也是来诚心买房子的，凭什么就让别人看，不让我们看呀？行吧。哎，哎，先生，您看这个露台，这个露台的设计简直就是神来之笔。到时候您在这儿支一小茶台，没事看看书，喝茶，那生活那赛过活神仙呢。一个年轻人竟然能让李经理这么巴结，那肯定是个大人物啊。这人究竟是什么身份？这个身高，这个体型，还有那个外套。儿子，弟妹，你不会是看错人了吧？你儿子怎么可能来这里啊？还想买这里的房？是啊，珊珊，你肯定认错人了。你刚才没听李经理说吗？那可是人家大老板亲自要接待的人，怎么可能是陈秋呢？这个背影怎么有点熟悉啊？到时候您约的朋友，这几个人怎么又偷偷摸摸跟上来了？这不是添乱吗？万一把这位惹怒了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哎，陈先生，您先看着啊！你们怎么又上来了？怎么一点规矩都不懂啊？赶紧走吧，待会儿惹恼了我的贵客，你负得了责任吗？走吧，走。你凭什么？妈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儿子，哦，是他，陈秋。哎呀，1年没回来了，还行，没收太多。以后一定要多赚钱，让老妈过上好日子。那个被吕双和我骂穷鬼下头男的人，竟然是李经理口中的大老板的贵客，而且还是我相亲对象的堂弟。这位竟然是陈先生的母亲，刚刚陈先生应该没有看到吧？哎呦，阿姨，您就是陈先生的母亲啊！我说怎么刚才一看到您就觉得您这么面善呢？就是有您这种淳朴踏实且低调的母亲，才能培养出陈先生这种一表人才、人中龙凤的好儿子呀！这李经理刚才还对我颐指气使，这会儿竟然铁着脸变着法的恭维起了罗静兰。先是提了一辆保时米，如今又是一套大平层，他肯定不是个普通人。哎，儿子，你怎么在这里看房子？妈，不是来看房的。阿姨，这套房子已经是陈先生的了。你的房子？你哪来的钱买房子？哎，这房子可200多万呢。不是买的，是别人送的。送的？这么贵的房子，谁送你的？嘿，陈秋啊，现在社会上那么多骗子，哪会有好心人白白送人房子的？你可不能为了点钱在外面干一些违法犯罪的事儿，那可是要坐牢的。哎，话可不能乱说啊，当心祸从口出。这是我们王总看中陈先生的潜力，特意送给他的，这叫投资。怎么了？你的意思是我们王总不是好人呢，还是说我们王总干了违法犯罪的勾当啊？我不是妈，
陈秋，咱不说这个了。婶婶问你哈，婶婶听说你今天中午相亲的时候单都没买就走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哪有长辈把晚辈这种丢人的事情直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讲出来的？我儿子不要面子吗？啊，没什么，就是那个女孩子眼光太高了，看不上我。哎呀，话也不能这么说，现在女孩子要求高也正常。人家呢也只是想要一个保障，毕竟呢是要过一辈子的，对吧？阿姨，这事儿您就不懂了，肯定是那个女人的问题。陈哥年轻有为，身材样貌哪里差了，肯定是那个女的狮子大开口，提了什么过分的要求，陈哥才不愿意搭理她的。我一直小心翼翼讨好未来的准媳妇儿，竟然为了一个外人当众反驳我，帮陈秋说话。这看南城也太像了，他竟然就是堂哥的相亲对象。你们认识？我和陈哥之前一起吃过一餐饭。不对，珊珊她……真巧，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层缘分呢。哎呀，是啊，真的好巧。陈哥啊，之前那顿不算，下次有时间呀，我一定单独请你吃顿饭，就当是赔罪了。认识到现在，珊珊还没请我吃过一次饭，现在居然主动请陈秋吃饭，这是想要借机道歉修复关系，还是想更进一步？陈哥，你是在相亲吧？刚好我身边有一些颜值品行都还不错的闺蜜，要不然我们加个微信吧，我正好可以把我那些闺蜜介绍给你认识认识。她的闺蜜不会都是小仙女吧？这多多宝库啊！不过看这样子，她这是要把她自己给推销过来啊。不好意思，我手机没电了，自动关机了，下次吧。没电，拒绝我？不应该啊！明明中午在餐桌上，他对我充满了兴趣和欣赏啊，而且很渴望的样子。阿姨，阿姨，既然陈哥手机没电了，那我先加一下您的微信吧，我正好可以帮陈哥多留意留意我们单位的好姑娘。诗珊有这么乖巧的时候？哎，姑娘，那真是太麻烦你了。来来来，哎呀，不麻烦不麻烦。像陈哥这样的男生是很抢手的，是我那些闺蜜们的福气。阿姨，您别动，我来扫您。来。哟，难道诗珊看上陈秋了？珊珊啊，咱们再去看看别的户型吧。毕竟这是你和我们家雨洁的婚房，对吧？一定要选一套让你最满意的才对呀。对啊，珊珊。要不再看看别的户型，或者其他小区也行。只要你满意就行。不了，今天看了这么多，有点累了。好，那既然累了，就该好好休息是吧？那就让我们家雨洁送你回去啊！走了，走，回去好好休息。走吧。妈，咱们也回去吧。好。走，回家。不行，得快点买好婚房，把名分定下来，不然这到手的媳妇真就跑了。陈秋啊，你这房子是有了，可你还没买车吧？你也不小了，是时候该给自己配辆车了。你这要不然光有房子没车，以后怎么带女孩子出去玩呀？陈哥有车啊。陈秋又有房又有车了。儿子，你什么时候买车了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那辆红色的保时米，就是陈哥的吧？保时米？哎呀，陈秋啊，我当什么好车呢？你要是不懂车，你可以问问我们家雨洁呀！你买不起奔马保驰，你好歹买个小众也行啊！你买个手机品牌的车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你看你那车还整得花里胡哨的，你一看就不稳重，估计这车几万块钱就买了吧？妈，这车得20万。20万？
那岂不是比你的小众还要贵了？阿姨，陈哥这车呢是顶配车型，官方售价30万，就这一辆啊，都能买2辆小众速腾了，还有的多呢。就这破保时米能卖到30万？陈秋啊，你是不是被人给骗了呀？你有那30万，你怎么不去买保时奔马？你买个这车，那不是把钱往水里扔了？陈先生这辆啊，还是新上市的璀璨洋红配色，现在拿到二手市场上去卖，卖的比新车还贵呢。比新车还贵？那你有那30万，那还是买保驰奔马那些大众的老品牌，对吧？那开出去多有面子。婶婶说的对，这豪华品牌确实要好一些。我就说嘛，但毕竟这是别人送的保时米，我就只能勉强开一下。保时米只是过渡，希望后面的相亲对象胃口能大点。送的，这房是送的，这车又是送的。车子、房子都有人上赶着送，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抱起这个大腿。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抓住这个男人。哎，儿子，你看到你婶婶刚才那个脸色没有啊？青一阵白一阵，真是解气。这么多年，他们一直仗着自己家条件好，明里暗里的踩咱们家，耀武扬威的。以后不会了。那是，我儿子现在出息了，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在我们面前那么嘚瑟。这才哪到哪，回去就继续相亲，早晚有一天成为赣南首富。气死我了！妈，你看看他林世山算个什么人呢？啊，一天天摆个臭脸给谁看呢？从头到尾都没给我们娘俩一个好脸色。还有那个陈秋，不就是有人送了他车房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他林世山立马赶着去倒贴了，他真的不要。哼，陈秋不是刚被公司裁员吗？他在深圳混这么好，谁知道是谁送他的？说不定啊，在深圳是傍了哪个有钱的富婆呢。哎呀，话不要说的这么难听。不管怎么说呀，陈秋也是咱们陈家的后生啊。后生？哼，他这个后生怎么不给我这个当婶婶的留点面子啊？啊！还有他妈罗静兰，你看今天他那个样子，以前在我面前大气儿都不敢喘，今天那个样子啊，那腰杆子挺的那叫一个直啊！哎呀，好，我错了。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绝对不能让陈秋把林世山给抢走了。哎，老陈，你说我要是把我表姐的那个闺女介绍给陈秋，怎么样？贺婷，你那个外甥女儿？哎呀，她之前不是被别人包养过吗？而且嫌贫爱富，条件要求啊高得吓死人。人家自身条件好，长得又漂亮，要求高一点怎么了？我现在就给我表姐打电话。哎呦，对的，是吗？家又买车了呀？哎呦，这是谁家的车呀？这车不错啊！这么好的车怎么停到我家门口了？哎，陈秋，你怎么和你妈一块儿回来了？这开的谁的车呀？还是辆新车呀？谁的？你儿子的车。买车了。买这么多钱就买的。哎呦妈！哎，首付花了不少钱吧？贷款每个月还多少钱？我这就给你卡里打几万块钱，你先。什么首付？我儿子现在出息了，这车是他合作伙伴送的。送的？送车？送的呀！儿子有出息了。爸妈，给你们的礼物。哦。陈秋买新车了呀，真气派！哎呦，这是周小福的袋子吧？里面是金镯子。陈秋，这是给你妈买的？那是什么手机盒子呀？我看着像我在视频上刷的那个很贵的华华折叠手机。你这孩子买这么贵的东西也不跟我说一声。这折叠屏手机呀，我老板好像就有一台。哎，这么贵的东西现在拆什么？摔了怎么办？快拿回去啊！啊，对。那个，我儿子刚回来，我们回去了啊。好，
哦，走了。哎，真是走啊！真好啊，这车。哎呀，看样子陈秋这是赚大钱了呀！是啊，我刚才听说陈秋这车还是别人送的，他确实赚大钱了。哎呀，这送都送这个。哎呀，真好。以后还要多相亲，多赚钱，让爸妈过上更好的日子。这多好啊！爸妈，我1年多没回来了，我出去转转。哎，记得到饭点了，回家吃饭。好啊，好，慢点啊。哎，别光顾着玩你那个手机了，赶紧去院里把那只鸡给杀了，今晚炖个鸡汤喝。哎，好嘞。谁啊？大哥。哦。哎，大哥呀！哎，志德呀，开扩音。我听说陈秋回来了。你看这孩子现在也这么大了，还单着呢，我这也着急。我这刚好跟你嫂子呀，给陈秋物色了一个更合适的相亲对象。他们一家子什么时候这么好了？切，他这是怕陈秋赚钱了，抢了他家陈宇杰那个相亲对象。那个女孩在银行上班的，长得也很漂亮，条件呢也很好。你看安排个时间和陈秋见上一面吧。嘿，那好，那就明天吧。好的。以前看不起咱们家，现在竟然主动给咱儿子介绍对象了，莫名的有点爽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切，这还不是靠我儿子给你长脸了？要不然这辈子你在陈志峰面前也直不起腰来。那也是我儿子。不过听陈志峰的意思，那女孩在银行上班，长得又漂亮，这眼光怕是会有点高啊。眼光高怎么了？我儿子本事就不高了。我给陈秋打电话说一声。喂，妈，明天去相亲。好，知道了。哎呀，这相亲才是正事儿，能不能成为赣南首富，就靠相亲了。陈秋，还真是你！许家，怎么这么多年不见，认不出来了？上车，我捎你一段。哎呦，哇！你从银行离职了？我怎么感觉你身上隐隐散发着一股打工人的怨气啊？你是不知道，我现在每个月背的 KPI 有多重，存款、理财、基金、信用卡，样样都要考核。原来银行这饭碗也不好混啊！听你这么说，你在鹏城是混得风生水起了？嘿，什么风生水起啊？我被公司裁员了。现在裁员很正常的，我们银行今年的业绩压力也很大。哎，我快到了，你在前面把我放下就行。好。谢谢啊，咱们改天再聊。拜拜，注意安全。回来了，今天晚上怎么回来的这么晚呀？哦，路上遇到个老同学，多聊了一会儿。哎，对了，你那个初中同学陈秋，你俩还联系不？听说现在人可发达了。啊，妈，你是不是听错了？我怎么可能听错啊？听人家说他开回来那个20多万的车还是人家送的呢，车后备箱呀塞得满满当当的。难怪他看起来那么轻松，那么悠闲。唉，不像我，今年年终还差一大截绩效缺口。如果陈秋，
也不可能指望陈秋。私人银行客户准入门槛得资金1000万以上，陈秋应该还没达到标准。这家伙居然还糊弄我说自己被裁员了。哎，我记得你俩初中不是玩的还挺好的吗？你现在岁数也不小了，你妈，你打住，这初中时候的关系和现在能一样吗？这次的相亲对象好像是在银行上班的，那要求怎么着都比吕双高吧？哎，你好，我叫陈秋。贺婷。一套衣服上上下下加起来最多500-600块钱，这也算年轻有为。听说你刚回赣南，就有人给你送房送车，能问一下是哪里的房，什么车吗？海棠湾小区的房。海棠湾最大的户型面积才158平，大一点的鸽子窝吧。车的话，保时米速7。陈先生，说实话，像你这种档次的男生，如果不是看在我那位表姨的面子上，我今天是不会来见的。这种相亲，纯粹是在浪费我的时间。要进入正题了，所以贺小姐的意思是，我达不到你的择偶要求？要求？你可能不知道，我是私人银行的客户经理，我每天接触的人都是净资产过1000万的富豪。许家好像也是私行的客户经理，这两人不会在同一个银行吧？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的前男友家产近亿，住的是博瑞公馆280平的大平层。对了，他那还有几套大别墅，平时出行日常代步的车，那最起码也是100万级别。太好了！什么？没事儿。所以贺小姐对另一半的要求是要达到前男友的标准吗？他怎么看起来有些激动啊？不会是被吓住了吧？你也不用完全达到我前男友的水平，但起码你的个人净资产总得达到招行私人银行的准入门槛吧？以匹配相亲对象的要求，你已获得存款1000万。我操，1000万呢！婚前呢，你得给我配置一辆100万级别的豪车，以匹配100万豪车，奥拓 A8L 或西版，一套市中心的大平层，还有一套别墅，以匹配滨江1号220平房产一套，博瑞公馆410平房产一套。好人，好人呐！至于彩礼嘛，就象征性的给个88万吧。我那个婶婶还真是个大好人，竟然给我介绍了贺婷这种极品相亲对象。贺小姐的要求真的太好了。你这是在嘲笑我的要求高吗？真是夏虫不可语冰。哎呀，我真没嘲讽你啊，这些要求真的太棒了。哎呀，这2次相亲直接让我迈向了有钱人的领域。接下来我得继续不断相亲才行。嘿嘿嘿。婷婷，你不是去相亲了吗？怎么回来这么早啊？别提了，那男的就是一个纯粹的屌丝，我那个表姨也太不靠谱了，什么垃圾货色都敢给我介绍。什么？那我得好好问问他。喂，表妹啊，你介绍那小伙子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家婷婷相亲回来，生气的不行，跟你说的完全不一样啊！到底怎么一回事？哎呦喂，表姐，真是对不住啊！我也是没有想到陈秋那个孩子这么能吹牛，我回头好好教育教育他啊！哎，行了，以后别什么人都给我们介绍。你那个表姨
应该是被别人给忽悠了。要我说呀，这些穷亲戚就没必要来往。哎，对了，上次让你联系那个李总，你搭上线了没有？市里最近要开发那个文创园区项目里，那个李总还是能说上些话的。我办事儿您还不放心吗？那个李总啊，正巧是我一个同事的私行客户，已经给我撬回来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！要不说还得是咱女儿。是呀，那是，哎呀，还得是咱女儿靠谱。女儿真棒。我看呐，抽个时间，把海棠湾那套房子装修了。着什么急呀？等孩子订完婚以后再说也不迟。那怎么行？早装修，早住上。哎呀，唉，我该怎么告诉他们，我其实又多了一套大平层和一套别墅？算了，我还是找个时间，明天带他们一块去看看吧。喂，嫂子。哦，陈秋，你今天的相亲又黄了？啊，应该是黄了。哦，你婶婶打电话过来说，你今天穿了一身破旧的衣裳就去了，说你一点不尊重人家女孩子。我这一身虽然说不上是贵吧，但也谈不上破旧。哎，没事儿，这个不合适啊，咱就下一个。我跟你妈呀，都帮你挑好了。哎，你看这个怎么样？这个长得就挺好，这个还秀气，还是今年刚考上的公务员呢。公务员？哎，这样的对象会提什么样的要求？喂，王大姐啊，又有几个合适的相亲对象了，留着留着，都留着。过几天呀，我带陈秋一块儿去看看。哎呀，看来最近应该是不缺相亲对象了。明天先去看看新房子，把系统奖励收了再说。先去看看那套大平层吧。哎，儿子，你快看，那是不是鱼鱼？哎，还真是，应该是学校放假刚回来吧？这车大城市都很少见，果然还是有钱人多。雨雨，放假了，快上车。哥，是你啊！姑姑、姑爹，于月，今天学校怎么这么早就放假了？我考完最后一门就立马买票回来啦。哦，哥，你真发达了呀！怎么，你在雾都也听说了？昨晚我妈打电话跟我说的，我妈还说还有个人送了你一套房子。哎呀，就是海棠湾的一套房子，不贵。海棠湾，我知道，那里的房子少说也得100-200万。姑姑，我哥这太牛了吧？哎，雨雨，你大学学的是不是室内设计啊？对啊。哎，那感情好啊，正好雨雨你是专业的，帮你哥装修一下婚房。妈，现在婚房也太早了吧？而且啊，我也没有打算把那套房当做是婚房。海棠湾那套房子，你们俩住就行。给我们住干什么？现在城里一套，村里一套，我跟你爸住村里那套就行了。谁说我们家只有2套？哎，儿子，你是不是走错路了？这不是去海棠湾的路啊！我没说今天要去看的就是海棠湾的房子。啊？哎呀，儿子，你说这房子也是你的？对啊，是我的。雨雨，你快查查，这小区里的房子多少钱1平米来着？姑姑最低都要2万多，这套大平层算下来600多万。什么？陈秋，你跟妈说实话，你在外面到底挣了多少钱？1000多万吧，其中不包括这房子。1000万，还不包括这房子？这钱……放心吧，不是什么歪门邪道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乡里一次性就中了上千万，歪门邪道也没有人先快。哎呀！
尊敬的陈先生您好，我是招商银行私人银行客户经理许佳。许佳，许佳，今年就剩最后1周了，你的绩效还差很多，要是再完不成，来年的评级和奖金全部取消。加油啊，佳姐！要不是你用脏的手段挖我墙角，我怎么可能完不成？许佳呀，你对进步的渴望还是不够强烈呀。想通了，记得来找我。想让我用身体换钱，做梦！哎，实在不行，只能年后辞职，去深圳投奔陈秋了。唉，看来绩效又完不成了。陈秋，他是资产过千万的高额存款新用户。不会是同名吧？你好，尊敬的陈先生，我是招商银行私人银行的客户经理许佳。许佳，陈秋，真的是你啊？怎么称呼的呀？叫我陈先生。陈先生，您的账户资金呢，已经达到了我们私人银行的升级标准了。您现在方便吗？需不需要我为您讲解一下我们的私行服务？我现在没时间。你们提供上门服务吗？上来给我详细了解一下。这个家伙绝对是故意的。好的，陈先生，那您方便给我一个地址吗？博悦公馆吧。博瑞公馆，那可是别墅区啊。好，再见。想不到从小和我玩到大的陈秋，账户银行卡里居然真的躺着1000万。不管了，先去博瑞别墅吧。装模作样，1周时间，你绝对完不成绩效考核。怎么样，看完了吗？这么大的房子，哪能这么快就看完的？玉玉，快帮我看看，这么大一个客厅要怎么设计才好看？姑姑，就我这半吊子水平，你说那种小房间还行，这样的大平层，我可搞不来。行了，回去再研究吧。还有一套房子呢。海棠湾那套房子，钥匙不都给我们了？让我们自己装修吗？可是我说的还有一套，指的可不是海棠湾。还有一套？那，就是这栋。哥，这是一栋吧？儿子，这栋都是你买的？哥，这一套再加上滨江1号那套大平层，加起来少说也得1000多万了吧？这栋别墅现在还是清水房，等装修完了之后，单是这栋别墅就有小1000万。多少？这别墅光装修还得几百万。姑爹，要呢。我们行内有句话叫做装修无底洞，多贵都能给你装进去了。对了，于玉，你不是有认识的学姐吗？你问问她，有没有装修过别墅或者大户型的经验？到时候这2套房子都给她一起装了。哥，你要不再考虑一下，万一搞错了、搞砸了怎么办？怎么，不相信你那个学姐的实力啊？那倒不是，我那个学姐还挺厉害的。那就行，你到时候记得联系她就行。行了，到时候你记得问啊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雨雨，你眼睛好，快帮姑姑看一下，那辆小车里开车的是不是个女孩子？好像是个女孩，还挺漂亮的。这臭小子终于开窍了。儿子这是有喜欢的人了，那以后还相不相亲了？相，当然得相，多相几个，多选选总没错。你要买博瑞公馆的房子吗？不是要买，是已经买了。那就是那栋。这里的独栋别墅最小都得几百万，他就这么说买就买了。
是叔叔和阿姨吗？啊，那我是不是应该下去跟他们打个招呼？我说许大经理，这今天刚确认完资产，就直接见家长，这是不是有点太快了？什么见家长？我是来找你谈业务的，你不要瞎说。是吗？看你刚才那扭扭捏捏的样子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今天来见未来公公婆婆的呢。油嘴滑舌的，不知道在外面骗了多少女孩子了。你是说一个前女友刚上岸就被甩了的人，还能泡到女孩子？你前女友要是知道你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估计肠子都悔青了吧。算了，不说了，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吧。去哪？咖啡厅？先去奥特 4S 店吧。啊？哼，先陪我去提辆车。你要买车呀？不是啊，我是来提车的。怎么，你那辆保时米开着不开心？还行吧，就是家里没来得及安充电桩，这充电不是很方便。而且开奥特低调些，现在开奥特，下次争取开奥地利。这 BBA 中，奥特确实是最低调的了。您好，先生，您要看什么车？提车。陈秋这家伙到底买什么车啊？陈先生，请您往这边走。陈先生，您的车已经准备好了。陈先生，您要亲自揭开这层防护衣吗？A8呀，你提的是大几十万的顶配 A8呀，你管这叫低调啊？这位女士，你可能看走眼了，这可不只是大几十万的 A8， 这辆是我们的奥拓 A8L 霍希创始人版，指导价130万。奥特霍希？一般人不都会把这100多万的霍希认成是普通的 A8 吗？这还不低调吗？你说的好有道理。徐佳，你有没有听过那个买霍希找初恋的那个梗？初恋？陈秋，我们一起去吃饭吧。不去了，我得去打球，来不及了，走了。这个木头带着我来提车，又提初恋，这什么意思？难道……怎么想起你初恋了？我想他那不是贱吗？我只是后悔，初中、高中的时候就知道了，怎么没有好好的在学校里面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早恋？要不然怎么样？要不然现在坐我副驾的就是穿黑丝短裙的初恋。搞得我这情绪七上八下的，搞了半天你就只想看黑丝。算了，我还是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私人银行的权益吧。哎，这私人银行的客户经理应该对各种奢侈品都有所了解吧？怎么，你要投资奢侈品？不是，明后2天啊，我还要去相亲，我想去买几套新衣服，想让你帮我参考参考。好歹也是曾经暗恋过的人，如今却要穿着我选的衣服去和别的女人相亲，怎么有一种无能妻子的无力感？这里是奢侈品男装店，你穿一身奢侈品去相亲，会不会太高调了？越高调越好，越高调，相亲你提的要求才越高啊！走，欢迎光临路易威登。这个不错，就这个吧。哦，对了，这个 LC 的香水也很不错。你把它送给你的相亲对象的话，他应该会喜欢。谁相亲直接送别人几千块的 LV 香水啊？把这个，还有刚才试的几套衣服，还有我身上这套，全都包了。都有。好，请稍等。
先生，您此次一共消费38万7千元，这是您的卡，请收好。不到1个小时，花了30多万买衣服，原来走出校园后，我和他的差距那么大。都好几天了，陈秋的微信竟然还没通过。哎，这个好看。哎，爽爽，之前跟你相亲的那个男的，你联系过他没？切，那种抠门下头男有什么好联系的？我回去当天直接给他拉黑了。闺蜜还是和我一样穷的好。双双，你拉黑的好，这种男人根本就不配躺在你的微信好友列表里。那是。怎么了？我肚子有点疼，我去上个厕所，你等我一下。慢点啊。陈秋，是刚才我看过的香水，这家伙不会要送给他的相亲对象吧？陈哥，这么多奢侈品，这得多少钱啊？哎呀，陈哥，我前2天加你微信，你是不是忘记通过了？哎，你也买 LC 啦？我超级喜欢他们家的香水。宝宝，这位是谁啊？怎么没听你说过呀？宝宝，陈哥，你不是还在相亲吗？这是你女朋友？我们已经见过家长了。林诗珊，你在我面前骂人家这个骂人家那个啊，结果你自己背地里偷偷的勾搭人家，你个贱人！你就这么怕我过得比你好吗？不是，怪我了啊！这怪我了！人家从一开始就没看上你，你在这喊什么喊呀？那老娘也他妈比你这个自己都要订婚了，还跑出来勾搭别人男人的贱货小三强他妈10000倍！呀，你骂谁小三呢？我骂你呢，你再骂一句！我骂你呢，你再骂一句！敢打我！你还敢骂我你？我骂你怎么了？你自己什么德行？我什么德行？你什么德行啊？我这心想怪我跟你当好姐妹。拜拜。想不到啊，春秋，还有人为你大打出手，还不是你把人家刺激的太狠了，宝宝。还不是你指使的。哎呀，明天穿这些去相亲，绝对能提高相亲女的要求。喏，这个送给你的。这个不是送给你相亲对象了吗？我看着很像是什么冤大头吗？这是你刚才护驾有功，给你的赏赐。刚刚在商场里纯属是意外，可这香水却是陈秋早买好的，难道一开始就是准备送给我的？谢谢老板，下次有这种好事，记得第一时间联系我。这么多，你在我这开通私人银行，我还能让你吃亏不成？这人有点眼熟，是在哪儿见过？反正都是银行的，不要白不要。行，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走了。装什么装？真当自己是纯洁女神啊！啊，你们知道吗？市里最近要开发个文化产业园，听说了，据说总投资有10几个亿呢。哎，你们呢可能不知道，最近产业园基建各项才开始招标，而且无需垫资。不用垫资？那建筑公司不得抢破头了？是啊，
李总今天中午还跟我抱怨呢，这应酬啊都应酬不过来了。李总之前可是许家的客户啊。看来李总不简单啊。人家现在啊可是手握产业园上亿的项目资源，跟李总吃饭都得排队呢。只要我从李总那儿接几个小项目，那我的身份将迎来质的飞跃。不懂得利用自身的资源，一辈子也只能成为底层人。文化产业园，妹妹雪衣好像就在那儿工作吧？喂，依依，姐问你个事儿啊，你是不是在文化产业园上班啊？是啊，姐。我怎么这么倒霉，被调来这里当牛马？你是不知道，我们那个新领导整天色眯眯的。那你要小心一点。不说他了。对了，姐，你跟陈秋科最近怎么样？有没有更进一步？瞎说什么呢，死丫头！挂了。他现在应该在准备明天的相亲吧。景兰，你家陈秋可真出息啊，又送车又送房啊，这会儿在哪里工作呢？嗨，出息啥呀？那都是别人送的，这不刚被公司给辞退吗？是啥？辞退了，辞退了！哎呀，还是低调点好，不能太张扬了。以前的能力还像你。哎，谁的车啊？不会是陈秋吧？嚯，哎呦，这看起来好，这好啊！哇，真气派，这咋深？哎呦，这不是陈秋吗？真好，这还低调什么呀？哎呦，这是陈秋新买的奥拓，这车得值30-40万吧？这就贵呀！这个是奥拓 A8，这个车得70-80万呢。哎呦，哎呀，好厉害呀！这真气派呀！发了，这不是那个 LC 的衣服吗？这一套不得好几万呢！哎呦，陈秋，听说你正在相亲，我有个外甥女儿，陈秋，我家侄女大学刚毕业，还没男朋友呢。哎呀，别急，小秋，我跟你说啊，我闺女啊，研究生毕业，长得跟仙女一样的。看看我们家这个闺女啊，果然啊，高调就对了。过年这段时间啊，不缺相亲对象喽。哎呀，让你低调点儿，这下好了啊，藏不住了。哎呀妈，你先坐。妈，等房子装修好了，咱们就搬家，这有什么好藏的？也是，你呀，明天穿这么高调去相亲，人家女方还不漫天要价啊？哼，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放心吧，妈，我心里有数。希望明天的相亲对象不要浪费我的一番苦心呢。今天这造型，要求不高都说不过去吧？你好，我是邵淑双。哦，你好，陈秋。坐。我听介绍人说，你是个白手起家、创业成功的企业家，这怎么现在看来有种暴发户的气质啊？暴发户还不满意？不知道陈先生从事什么行业啊？金融。果然是金融。邵小姐好像对金融行业有所抗拒。倒也不是抗拒。这金融呢，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，能够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，促进资金融通，服务实体经济。不过，赚再多的钱，充其量也只能做一个商人。这公园的调调摆的也太足了，我要的是拜金女，这不是我的菜呀。陈先生知道市里最近立项的那个文化产业园吗？不知道。也是，估计以你的身份也接触不到。这个文化产业园呢，是市里最近重点推进的大项目，一旦建成落地，
可以直接拉动本市的消费以及就业，全面提升本市的文旅品牌形象。这种综合性的社会效益，远不是陈先生你所从事的金融行业能够达到的。这邵叔叔还真是官位十足，看来今天自己穿了一身 LC 过来，倒是起了反作用。所以邵小姐对于自己的另一半是要在实体行业有所建树。当然，如果陈先生愿意为家乡的建设出一份力的话，等我们这个文化产业园建成落地之后，也欢迎陈先生投资加入。这是把相亲当成招商引资的会议了。没记错的话，这位还是刚考进去的小喽啰吧？还真把自己当领导了。不好意思啊，依匹配相亲对象的要求，你已获得前程文化产业集团30%的股份。前程文化产业园全套策划书。我操！前程文化产业集团30%的股份，前程文化产业集团30%的股份，价值3个亿啊！发财了！对了，还有个产业园全套策划书。这文化产业园全套策划书居然包含了产业园全部规划、详细的运营方案，还有职员能力评价。这哪是策划书，这简直是保姆通关攻略啊！如今文化产业集团的董事长是由文旅局的局长兼任，但有这份通关攻略，再加上30%的股份，我完全可以获取前程文化产业集团总裁的身份，这才是大礼呀！我在跟你讲话呢，你有没有认真听啊？不好意思啊，邵小姐，我刚才想别的事情去了。邵小姐，你应该考进去的是文旅局吧？没错。竟然看起来有点顺眼了，这以后可是给自己办事儿的人。这眼神怎么和上级给自己安排事情的时候的眼神一模一样？终究是个靠时运赚了点小钱的暴发户而已，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做大势所趋。下次见啊，邵小姐。不好意思啊，陈先生，我想我们没有下次见面了。喂，你好，是陈先生吗？我是。陈先生您好，我是市文旅局王局长的秘书。我们王局长想邀请您明天吃个便饭，他想和您当面商谈一下关于文化产业园策划的有关事宜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哎呀，这系统直接把文化产业园的通关攻略都给我了，这一下肯定能拿下前程文化产业集团总裁的身份了。喂，鱼怎么了？哥，你让我联系的那个学姐今天就来了，你有没有时间聊一聊房子装修的事情？行，那你们在滨江1号那儿等我，等房子装修好就把爸妈接过来，辛苦一辈子了，该让他们享享福了。哎，哥，你快来，这就是我那位学姐，陈秋。班长。哎，你们俩认识啊？班长，好久不见。没想到是你要装修啊。高中时他父亲是赣南建筑行业的巨头之一，不过后来地产轰然倒塌，他父亲似乎深陷泥潭，没想到现在做起了室内设计。按罗瑜说的，一套大平层软装，一套别墅硬装，当初那逃课上网的少年似乎成为了可靠的大人物啊。这两人有故事。行，那咱们装修方案就算这样定了。好，这软装家居的购买就麻烦你了，钱到手我一起给你。好。设计师替业主买家具，这可是大忌，这中间的回扣和差价很容易说不清。老哥这么心大，而且徐姐也就这么答应了，这两人不会真的有事吧？那今天就先这样，我就先回去准备了。好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怎么样啊？谈成了吗？成了。哎，现在呀，
只能光靠你去接一些装修的活。哎，也不知道这种日子什么时候能熬过去。这些年家里接的工程，要么垫资，要么开发商跑路。如今贷款到期，材料商们也上门赌债，家里快撑不住了。妈，我先进去做设计了。你去吧啊！怎么了？狗日的姓贺的，也不知道怎么攀上那个姓李的了，在那边都排挤我。要是放在10年前，他可算个什么玩意儿？哎呀，那这个项目咱们家一个也拿不到了。哎呀！啊！再想想办法吧。不用垫资的产业园项目，是家里唯一的救命稻草了。可是难呀。能不能拿下文化产业集团总裁的位置，就看这份文件了。陈总您好，我是王局长的秘书周凯，请跟我来。好。这边这是我们的王局长。王局长您好。陈总年轻有为啊，坐。陈总，我也不卖关子了，文化产业园的事情，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？哎呀，这段时间我看了几份策划书，没有一个能入眼的。王局长，我这有些不成熟的想法，还请王局长指正指正。啊，我看看。这次产业园是新闻里重点项目，领导这段时间看了不下几10份策划书，没有一份满意的。这位陈总这么年轻，姑且一样。哎呀，好，这份策划书啊，太完美了。他构建了一个完整的、可以自我循环的商业闭环，简直无可挑剔啊！这位陈总什么来头？竟然有这种本事！系统给我的策划怎么可能不完美？哎呀，陈总真是年轻有为啊！这份策划书哪里是什么不成熟的想法，简直是把饭喂到了嘴边呢！王局长，你过奖了。实不相瞒，为了这个项目，我愁了好一段时间都睡不好觉啊。但是今天看到了你的方案，我放心了。以后文化产业园这块，陈总你全权代理。感谢领导信任。搞定，距离成为赣南省副再进一步。接下来该去集团看看。突然让我们把施工方资质文件找出来，明明是那个马流氓自己随手乱丢。快别说了，马经理来了。都准备好了没有？大部分都在这儿了。大部分？那连整理个东西都整理不好。再给你们10分钟时间，把整理好的给我送会议室来。依依，这个马流氓今天是不是没吃饭呀？他骂什么几句就跑了。他现在可没时间骂咱们了。听说王局长马上要过来视察，而且咱们集团那个个人大股东也要露面。咱们不是国企控股吗？怎么还有个人大股东？所以呀，这位肯定是关系滔天的神仙人物啊！现在集团的高层们都要紧张起来了。王局长亲自陪着，是那个大股东，没想到这么年轻。哎，依依，咱们去找王局长告状去吧。上一次那个马流氓，不是还想着对咱俩动手动脚来着？你可别冲动，王局长又不认识我们，你觉得他会相信我们2个实习生的话吗？要是咱们有人脉有背景就好了。哎，依依，你姐不是在那个私人银行当客户经理吗？她肯定认识很多大老板。你想什么呢？那都是客户，你当什么呢？快整理文件吧。奇怪，刚刚那个大股东怎么有点熟悉啊？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陈秋，陈总，其实这么年轻。从今天开始，陈秋任职集团总裁，并担任文化产业园总策划，大家欢迎。这个年轻人无论是背景还是当下的绝对话语权，绝对是不能惹的呀。陈总，我下午还有个会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好。
都别紧张，我就是过来简单了解一下的。李总，产业园施工方的招标有在推进吗？陈总，这是咱本地施工方的资质，您看一下。全部都在这儿吗？还有一部分在城里，但这么说不代表着我工作没做好吗？这么年轻，他肯定也不知道本地的施工方有多少家呀。都在这儿呢，都在这儿呢。应该不止吧？系统给的职员报告中有不少注重，得想办法把这些人踢出去。这马经理，这是您要的剩下施工方资质文件。谁让你进来的？没看见我正在跟陈总汇报工作吗？滚出去！陈秋哥，陈秋哥，依，这是怎么了？陈秋哥哥，有人欺负我。走，哥给你报仇去。陈秋哥，等等我。跑慢点。小时候陈秋哥对我最好了，但是上了大学好久没见，没想到集团最大的股东、现任总裁居然是陈秋哥。依，好久不见。咦，陈秋哥，许一竟然是新任总裁的妹妹，那我前几天试图占她便宜的事儿，要是被总裁知道了，那……出息，不就是资料没整理吗？至于怕成这样？没想到陈总在公司里还有旧识，这还真是缘分呐！啊，马经理，你这工作可做得不到位啊！这种小错以后可不允许再犯。是，这种小错，的确以后该注意注意。看来这位总裁还是挺温和的嘛，懂得分寸。所以马经理，还是另谋高就吧。开除啊！这就被开除了，严重啊！对呀，陈总，在工作上一点小差池也是难免的。我看这次就扣除他的年终奖。是，陈总，我保证，我以后我认真对待工作，我保证，陈总。10月22号收款50万，10月4号收款30万，10月9号收款20万，干出这种事来，这么多呀？怎么可能？他怎么会知道我利用职务收取贿赂的金额？马经理，还需要我继续说吗？系统给的规划方案有详细的员工能力评价，刚好借这个机会拔掉马经理这颗毒瘤。这个蠢货，下午才刚开始就敢下手，得赶紧和他撇清干系。马经理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亏我那么信任你。这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现在还不能动的，等让他把活干完了，再连本带利的吐出来也不迟。马经理，我这里不需要一个对外中饱私囊，对内对一个实习生动手动脚的项目经理，你可以主动去季姐那里交代了。这种人就应该抓起来。陈秋哥怎么会知道？这是在帮我出气吗？陈总，我知道错了，陈总，你放我一条生路吧，放过我吧，陈总，陈总，我知道错了，给我次机会吧，陈总。好了，大家别紧张。陈秋哥好厉害呀！行了，大家都别紧张，先去忙吧。依依，你去把柳琪秘书叫过来。好。只有把公司产业打理完了，才能让我不断继续相亲。新官上任3把火，刚来第1天就把工程部的马经理给办了。听说那家伙之前手脚不干净，之前骚扰过咱们总裁的妹妹，就是那个实习生许一。就是那个实习生许一，藏得可真够深的。平时看他安安静静的，不怎么说话，没想到是尊大佛。我的天哪，一还有这层关系呢？可是他只有一个姐姐，他没有哥哥呀。难不成是他姐夫？姐夫。
陈总，这是最近的人事调动。这柳琪不愧是系统排的秘书人选第1位，能力不俗啊。陈总，唐副总和李副总给您安排了接风宴，您要参加吗？这上任第1天嘛，吃个饭也正常。哎，对了，姨，你呢跟柳琪秘书好好学习学习，暂时先当个2秘吧。哦，好的。走。我这就从实习生成总裁秘书了。姐，陈秋哥竟然是我的老板！老板？老板？这妹妹不是在前程集团上班吗？陈秋怎么成了他的老板了？啊？难道陈秋把国企给收购了？怎么回事？说清楚！姐，我现在好忙的，晚上再给你打电话哦。没时间，你现在跟我说干什么？出去一趟还染上流感了，早知道不去相这个亲了。哎，叔叔，大新闻啊！咱们这儿来了个大股东，刚来就把马经理给开了。新总裁，也不知道我的工作会不会有变动。喂，周秘书。集团那边需要会议材料，小邵，你跑一趟，下班之前把材料送过去。好的，周秘书。下班前来不及了呀。喂，曼彤。喂，什么事啊？你这是干什么呢？我刚回柔骑行圈，正在骑行啊，不然还能干嘛？哦，你是不是在中央公园那边骑行啊？你能不能帮我取个文件送到前程集团啊？得快点，改天我请你吃饭。行啊，交给我。应该是这边吧。小心！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你没受伤吧？我这路边随便撞的人都是高富帅啊。你不是那个抖音几10万的女网红吗？对，是我啊。那个我还有点急事，我加你个微信吧。好。衣服我会赔给你的啊。好。女网红要求应该很高吧？可惜了，不是相亲对象。这时间不早了，该去赴宴了。都是牛马，我假扮白富美当网红，同样每天累死。什么时候才能成为真正的白富美？是他，他居然开火系，还真是个高富帅。难道这是上天给我嫁入豪门的机会？反正有微信，回去好好聊聊。笑得这么开心，找到那个能实现你追求的男人了？正在努力。哎，对了，你那个相亲对象怎么样啊？只是一个靠着运气在金融市场赚了点小钱的男人而已，没什么好聊的。咱们邵主任的眼光可真高啊！行了，今晚不陪你吃饭了，我要出去一趟。哎，你都生病了，你还去应酬啊？集团来了新总裁，今晚有接风宴，我肯定要过去认个脸熟啊。至于吗？你就是个小喽啰。正是因为是个小喽啰，才不能放过每一个往上爬的机会。走啊！上进的女人可真可怕。不像我，我只想当个金丝雀。怎么样，依依，
这一上来就来总裁办当二秘，会有压力吗？还好。怎么？小时候天天跟我撒娇，天天找我抱的小姑娘，还会有紧张的时候？陈秋哥虽然是总裁了，但对我还是那么好，就是有点不适应。对了，陈秋哥，你什么时候去我家玩呀？你都好久没来我家了，你去我家吧。哦，对了，忘了告诉我姐你是我老板这件事了。陈秋居然是文化产业集团的个人大股东，还是总裁，这怎么回事？喂，依依。姐，我在外面吃饭呢，一会儿回去给你打电话。挂了。这丫头怎么每次说话都说一半？不过陈秋居然成了依依的老板，以陈秋对依依的喜欢，依依怕是能在公司都横着走了吧？怎么了？依依来电话了，工作不顺利？她哪会不顺呢？她都要成总裁的小妹妹了。陈总，一路辛苦了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这边，大家都坐吧。依依，你可算来了！这林家哥哥成霸道总裁，有没有发生一点喜闻乐见的剧情啊？哎呀，胡说什么呢？叔叔，你不是感冒了吗？怎么也来了？集团来了新总裁，我总得过来认识一下。以我们现在的职位，连进那个包厢的资格都没有。想要在他们面前露个脸的话，只能等到宴会都结束喽。哎，小邵，听说咱们公司新来的这位总裁还是个年轻人，和你同岁啊。而且还没对象，你可要好好把握机会啊。我只是个小职员，那等人物怎么能看得上我呢？那谁说得准呀？不过，要是真能傍上那个陈总，未来前途无量呢。没准可以试一试，万一真的被那位看中，未来……他们出来了，快走！一会儿就假装和周秘书打招呼，再借机跟总裁说上话。陈总，您看我们这个项目。周秘书，我是你，小邵，你在干什么？陈总，实在抱歉，单位新来的小姑娘不懂事。他居然就是集团来的新任总裁。算了，都是小事。走吧，这边请。下次见啊，邵小姐。我那天居然骂的是自己的顶头上司。小邵，你平常也挺稳重的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明天交份检讨过来，茶叶园这边的事你先放一放吧。周秘书，本来有一步登天的机会的，可现在……对啊，我还有他的微信。前程集团空降了一位总裁，在这儿，不知道能不能碰上什么机会。哟，严厉，你不去干你的装修，你在人家酒店门口瞎晃悠什么呀？跟个二流子似的。你滚一边去啊！靠女儿陪睡来争取项目，真无耻！那是我女儿有本事，能搭上李总这条线。你女儿想陪，还没人要呢。你。你就继续在这儿等着吧，我先走了。你啊，那位就是前程集团的新总裁，这竟然这么年轻，这该怎样才能够搭上线呢？哎，
么样啊？有进展吗？那个新总裁你认不认识啊？不认识，看上去啊，也就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。哎，这么年轻，那你打听到消息没有啊？能不能拉上线啊？我问了不少人，都对这个年轻总裁一无所知，这无从下手啊。怎么样啊？有进展吗？那个新总裁你认不认识啊？能不能拉上线啊？一位集团总裁哪那么容易搭上线啊？这设计图弄好就可以开始动工了。陈秋应该不需要改第2版吧？爸，回来了。项目谈的怎么样？那个马经理被送进去了。那李总那边呢？怎么说？他说暂且先避一避。哎，这段时间你继续跟他保持联系。吃干抹净了还不想办事儿？要是能直接傍上那位总裁就好，那才是真正的嫁入豪门。爸，那位总裁，你觉得我们能搭上线吗？算了，那等人物咱们还够不上。产业园步上了正轨，以后也不需要每天盯着。哎呀，也不知道老妈给我安排的下次相亲怎么样了。哼，谁呀？喂，你好。哎，帅哥，是我啊。我昨天不小心把你衣服弄脏了，你今天有空吗？我去买一件赔给你。能不能钓到高富帅，就看这次了。原来是那个网红啊，正好公司现在需要引流，可以接触一下。好啊，我正想再去定制几套西装，一会儿我给你发个地址，来找我。定制西装啊，起步价都得6位数，这肯定是个高富帅。张曼彤能不能下半辈子躺平，就靠今天了。陈先生，您的定制西装一共17万。刷卡吧。年轻多金长得帅，一定不能错过。您的卡。陈哥，我帮你挑件衣服吧，就当是赔昨天的了。快来，挺合适的，你去换上吧。哦。张小姐，您一共消费36000元。刷卡。还是第一次有女人给我花钱的，都这么努力的打窝了，倒是可以给些甜头。曼彤，你是在抖音上有着几10万的粉丝吧？有没有想过转型？转型？我觉得你这个白富美的人设太过空泛了，但我有个办法可以固定增强你白富美的人设。这怎么可能？知道市里要重点开发产业园吗？只要你能进入到这个项目里面，在官媒的配合下做成引流视频，然后参加市里的各种活动和旅游宣传，你觉得到时候你的白富美的人设还会空泛吗？只要是让官方配合自己，再加上之前打造的白富美人设，那我简直就可以升级为赣南公主。可是我哪有本事撬动这些资源啊？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我是前程文化产业集团的总裁，也是文化产业园的总策划。你是前程集团的总裁？我这是一不小心钓上来一头大鲨鱼啊！怎么好像在做梦一样？怎么，现在清醒了吧？为什么陈哥会选中我啊？赣南应该有比我更适合的网红博主吧？因为那些网红博主啊，还没来得及在人行道上把我撞飞，
那我应该怎么感谢陈哥呀？你想怎么感谢？当然是咬啦。哎，多谢总裁爸爸。这妖精！没回复，难道真没机会了？小少，这份文件，哎，那个不用了，小少，你先忙吧。走。只是冲撞了陈秋，就这样被孤立。要是我相亲的时候态度好点，能成为陈秋的女朋友，那一定还有挽回的机会。认识陈哥还多亏了舒霜，回去得请他好好吃一顿。陈哥，我以后就是你的员工了，是应该叫你陈总呢，还是陈哥？你见过哪个搂着总裁手臂的员工？我看你这2天的视频都是关于骑行的。这2天我送你一辆崔克的自行车，把你白富美的人设再丰富一下，对后面对接集团有所帮助。崔克之前上过新闻的，碰掉1点7，然后就索赔4万的自行车。眼前这个男人还真的呀！谢谢总裁爸爸。才刚开始这就把持不住了。你怎么愁眉苦脸的？馒头，你说怎么让一个男人改变对一个女人的印象啊？这还不简单。哎呀，今天你就是这么勾引男人的啊？有这么明显吗？哎，对了，你说的那个男人到底是谁啊？这可不像你啊。就是我之前的那个相亲对象。你不是没看上人家吗？这谁能想到呢？他竟然是前程文化产业集团的总裁，偏偏我还得罪了他。哎呀，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那你说你的相亲对象是前程集团的总裁？是啊，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很倒霉啊？哎呀，我今天一整天都在试图勾引舒霜的相亲对象。我决定了，就按照你说的去做，色诱、现身。不行，你怎么能插队呢？明明是我先勾引的呀！这不是你提的建议吗？怎么又不行了？那我，你们身份悬殊，会被人写小作文的。是啊，你说的也对。抱歉了，舒霜，等我成功了，肯定不会忘记你这个好闺蜜。我会请求总裁爸爸帮你一把。哎，儿子，快来快来！啊！哎，来，看，这是妈今天新挑出来的几个姑娘，你看看，先想哪个？这姑娘不错，她现在是一家咖啡店的主理人。那就她了，自己当老板，要求应该不会低吧？好，我这就去给媒人打电话，明天咱就相。喂，那个设计图都已经做好了，你看看有没有还需要改的地方。好，装修细节你来定就行了。还有装修费的100万，我等下转给你。如果不够的话，再找我要。你就不怕我携款跑路了？你要是敢跑，我就把你抓回来，卖身还债。哦，对了，有些家具今天就要到了，你要不要来一起看看？好，我一会儿过去。别墅那边开始装修了吧？走，我跟你一起去看看。啊，好。
走吧，妈。走，慢一点啊。哎，就放这儿。过来啦。哎，这是我妈，一起过来看看。阿姨好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你们聊着，我去那边看看。班长，我这未来的婚房就得全权交给你来负责了。你有女朋友吗？就订婚房。不过要是婚房的话，我觉得那套大平层更合适一些。那你喜欢哪一套？油嘴滑舌的。这位呢是赵经理。业主您好。啊，你好。马上要动工了，业主和我们严老板站一起拍个照吧，正好给我们严老板打个广告。啊，没问题。啊，谢谢配合。哎，好了，没想到严老板和我们业主站一起，还挺有夫妻相的。赵经理，别乱说。好。希望能招来几个业务，不然严老板家里要坚持不住了。哎，不好，廖老板的人，快跑！老爷！他妈的，姓严的，你还不还钱？200万欠了快1年了，你当我们是做慈善的？廖晨，找人过来堵我是吧？啊，有种的话你过来砸门！来一个，老子他妈捅一个！老婆，快报警，有人要抢劫，快！别过来啊！严厉，你他妈最好快点还钱，不然以后别想再跟他混了。走，滚滚！老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一帮孙子而已。老婆，快进去。哎呀，这催债的是越来越多了。过段时间就好了啊！我再看看有没有能帮咱们周转一下的。老赵发的这博悦公馆，这应该就是薇薇同学的那套别墅吧？啊，这是前程集团的总裁，居然是薇薇的同学！你是说这个年轻的总裁是咱们女儿的同学？我现在就给老赵打电话。快！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哎，喂，老赵啊，你现在是不是在博悦公馆的那套别墅？就是你发朋友圈的那个？对啊，这语气难道是发现自己姑娘谈恋爱了着急了？严总啊，严老板也到了合适的年龄了，谈个恋爱。什么？谈恋爱？老赵啊，你知不知道薇薇的同学叫什么名字？好像是叫陈秋。嘿，对上了。老赵，那套别墅啊，你就按照最高的标准去做，另外材料也给我用最好的啊！哎呀，严老板当时也是这么说的，严总又特意嘱咐，难道这是严老板的婚房？哎呀，确定了，咱女儿的那个同学就是前程集团总裁。确定了。哎呦，那你问过薇薇没有？她和这个陈总的关系怎么样？就算是关系一般，我也不能让我的女儿去求人家呀。再说了，有了这层同学关系，就已经是意外之喜了。哎呀，就我自己拉下这个老脸找人家就够了啊！什么叫求人呢？你会不会说话？你懂什么呀？这香饽饽的大工程，你知不知道有多少工程队那赶着去送礼呢？哪能是一点啊过去不知道多少年的同学情谊比得了的？哼，你怎么就知道薇薇和他关系一般呢？不行，我打电话问问。
哎，都小心点，别磕碰了。把这个放那边。喂，妈。哎，微微呀，我刚才呀看到赵经理发的那个照片了，你和你那个高中同学是不是在谈恋爱呀？有你这么问的吗？我和陈秋谈恋爱，现在又不是高中，即便是高中也没到那一步啊。妈，你乱想什么呢？我和他就是普通的高中同学。你们俩站在一起挺般配的，可以考虑聊聊嘛。就一张照片，般配啥呀？那个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这正忙着呢，挂了啊。我感觉微微啊，跟他的关系绝对不简单。行了行了，等薇薇回来之后，咱好好的给她说道这个事儿啊。美丽的班长大人，快别累着了，吃点零食。胡说什么呢？班长，下节课自习我还有事儿，我要出去一趟，帮我打打掩护啊。走了。我要的是零食吗？真是个木头。都怪老妈乱点鸳鸯谱，害得我都开始胡思乱想了。那个木头估计又去相亲了吧。希望今天的相亲对象胃口能大点啊！你好 ，Hello， 我是这家咖啡店的主理人，你可以叫我艾莉啊。我是陈秋，今天过来相亲的。哦 ，sorry， 我给忘了。我是万林飞，你可以这边先坐。哦，好。万小姐啊，我听介绍人说这家店是万小姐自己开的。Yes， 我就是这家咖啡店的主理人，这也是我自己的品牌。坦白的来说，我开这家店并不是为了赚钱，而是带着我自己的品牌回到家乡，宣传来自魔都最为先进的 Coffee Philosophy。万小姐这理念可嘉，我想必未来总有一天会成功的。你也这么认为啊？虽然我现在店里没什么人，身上还背着几百万的贷款，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我的梦想一定会成真的。这是真自信啊！陈先生，我觉得我们是同频的人。听媒婆说你年轻有为，收入上千万，想来一定会帮助我，助力我的梦想，帮我还清贷款，替我追梦。追梦，做梦还差不多。所以万小姐对未来的结婚对象最完美的想法是，我曾经考虑过，如果未来有哪个男人能够为我买下一整条街的商铺的话，那我就毫不犹豫地嫁给他。这要求陈先生，我相信你一定有这个实力，想来你一定会帮助我的吧？你放心，我有信心打造出赣南最有名的商业街。叮！以匹配相亲对象的要求，你已获得文勤路59号到107号共48间商铺。果然是当老板的格局大呀！48间商铺，整整一条街啊！果然是当老板的格局大呀！48间商铺，整整一条街啊！文勤路店铺2万1平，48间店铺总面积9000平米，价值2个亿啊！好人啊！他怎么看起来这么激动？难道是被我的想法打动了？陈先生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帮助我的。你放心啊，我们以后……不好意思，万小姐，万小姐，我觉得我们不太合适，我就不耽误你了。我们不是挺合得来的吗？我们可以一起联手打造赣南最恶的旺死的商业街啊！难道我被耍了？他没看上我？
贷款吗？怎么又来了？哎呦，48间店铺，以后收租都能躺平了。喂，你好，陈先生吗？啊，对，您的文勤路48间店铺代管合约就要到期了，请问您还续约吗？先解除合约吧。管理店铺，配置资产，投资规划，让许家这个私人银行的客户经理来管这些店铺，再合适不过。回头跟许家好好聊聊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。哎，今天怎么没在公司吃啊？哎，公司那边今天被催债给堵了。要不过完年咱们换个地方租房子吧。好。妈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担心啊？爸呢？我刚给他打过电话，应该马上就回来了。来，先坐。真香啊，就是这个味儿。回来啦！爸，回来啦。这些是？这些过2天送你同学的。送给我同学？老婆，你还没有把事情给薇薇说清楚。什么事情？哎呀，薇薇这不才刚回来吗？来，坐下说。薇薇啊，你应该知道文化产业园这个项目吧？我当然知道啊，我们家现在能渡过难关的唯一办法，就是拿到产业园不用垫资的项目。对，原本咱们家是没有这个机会的，但是最近负责这个文化产业园项目的集团空降一位新总裁。怎么？难道老爸你有门路，能接触到这位总裁？哎呦，你爸哪有那个本事啊？不过你有。我？这个新总裁就是你的高中同学陈秋。陈秋？陈秋竟然是前程集团的总裁？班长？喂，班长，你怎么半夜打电话来？喂，听说你在负责文化产业园这个项目？对。那个，我爸他听说我们是高中同学，想请你吃顿饭，认识一下。原来是因为他父亲系统给的策划书中严厉的工程队属于中等偏上，不算强，但也可用。好，那咱们明天晚上见吧。好。他答应了，说明天晚上。哎呦，峰回路转，还得是我女儿。哎，人家只是答应和你吃饭，又没答应把项目给你做。哎呀，终究还是有进展嘛。薇薇和那位陈总只是同学，想拿到项目还得想办法呀。我想维持高中同学那种纯粹的关系，以此慢慢靠近。但现在，爸爸公司的债务不能再拖了。要是接不到产业园的项目，那……儿子，昨天相亲怎么样？合不合适？妈，那个女老板背着几百万的贷款，还说要我精准扶贫，你觉得合适吗？什么？这媒婆也太不靠谱了吧！哎，没事儿，我这儿还有几个相亲对象，我这就去联系一下。看来很快又得继续相亲了。对了，忘了跟许家交代管理商铺的事了。业绩压力大，同事关系紧张，领导还暗藏私心，这工作没法干了。哎，
你最近和陈秋联系了没？听人家说呀，人家身边的秘书啊都是大美女，你这个小村妞啊，我看是没机会了。谁还不是个美女了？他身边美女那么多，还天天去相亲，他眼睛是瞎了吗？喂，许大经理，管理商铺会不？你买商铺了？不过我可以帮你联系专业的公司进行合作对接。你买了多少？温勤路一条街，48家商铺吧。多少？48家商铺？那个地方2万多一平，48家商铺，最少也得2个亿啊！哦，对了，我不是要你们银行帮忙管理吗？我需要你来管理。你是说你要把价值2亿多的商铺交给我一个人全职管理啊？不然你还想兼职啊？这可是2个多亿的写字商铺，陈秋居然要把它交给我来管理，就算是情侣也不过如此吧？怎么样？给你几天的考虑时间？不用考虑了，我愿意帮你管理。那你也不问问待遇？不用钱都行。好，那我明天找你去详谈。班长，喂，陈秋，你能来一趟滨江1号吗？啊，好。来了，你这里现在都安置的差不多了，你看看有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？班长今天请我过来，应该不只是让我验收房子吧？你看出来了？我们当了几年的同桌，这每天20公分以内的近距离接触，这比世界上多少情侣都要亲密啊！那要按你这么说，大多数男女同桌不都得发展成情侣啊？难道不是吗？难道班长当年不喜欢我？真自恋。行了，还是说正事吧。我爸今天晚上请你吃饭，是想参与到你们集团负责的文化产业园项目当中。所以班长今天来，是过来给父亲当说客的。我想请你帮一帮我们家。还是第一次看到班长这个样子，看来他家的情况比我想的更严重啊。陈秋，我以前喜欢你。我知道啊。现在也是。我平 A 还没放完，你就把大交了？陈秋，我想让你帮我们家是真的，但我更想让你知道，我喜欢你，不掺杂任何的利益。我知道，但我现在身份特殊，不能帮得太直白。你不要提前告诉你爸，晚上再说。好。啊，这就是我父亲严厉。陈总，久仰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年轻有为啊！哎，来这边坐，请，请，来，请坐，请坐。严叔叔说笑了，我就是运气好。严叔叔，称呼严叔叔，那就是单纯以微微同学的身份赴宴，而不是文化产业园总裁。陈总，我先敬你一杯。年纪轻轻就成为了这个文化产业园的总策划，前途不可限量。来，哎呀，严叔叔，咱们今天小酌就行。今天工作一天了，这吃饭就不聊工作了。不聊工作，那聊什么？爸，你就听陈秋的吧，你也少喝点，这菜都上了。微微糊涂呀，不喝酒怎么才能够谈得成事情啊？好，咱们就先吃菜，边吃边聊啊，边吃边聊。来，那个陈总啊，既然你喊我一声严叔叔，那我就不再拐弯了啊。
这个文化产业园的项目，我想请您呢帮忙给牵个线。当然，您应该也了解我的一些情况，请您放心，这些年我眼里的信誉啊一直都在。我呢也不希望您能够给我什么承诺，只是希望啊能给我们指个方向，亦或者是呢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，我就感激不尽啊。严叔叔，我知道您的意思，但基建工程这方面不是我在负责。不过没关系，我提前给李成、李副总打过电话，应该马上就到了。看来陈总没有打算帮忙。李成他和贺永良走得很近，我肯定会被淘汰出局的。李总，好久不见。陈总，严总也在呀。哎，李总，您快坐，来坐。严叔叔的女儿呢，是我高中同学，我们今天就简单吃个饭，但就碰巧严叔叔想了解一下产业园的具体情况，所以就把李副总请过来，将其解惑。同学，严叔叔，产业园，陈总称呼严李叔叔，这是很重视啊，这可是拉近陈秋之间关系的好机会。哎呀，严总，您瞧这点事儿还用得着麻烦陈总过来啊？您直接找我呀。啊，我肯定是知无不言。我之前找你的时候，你就差点没有让我直接滚。工程上的事儿啊，好说。那些项目，严总看中哪个，咱们都好商量啊。行了，我就不打扰二位详谈了，我跟白薇出去转转啊。爸，加油！这原来薇薇和陈总之间关系这么好啊。都是你，一直遮遮掩掩的，害得我爸全程都提心吊胆的。你不也同意了吗？哦，对了，你这么做的话，不会给你带来什么麻烦吧？麻烦吗？我身边又多了一位清冷大美女，时刻诱惑我，这算不算大麻烦？哎你，这算不算大麻烦？害得我白为你担心了，而且我可没有诱惑你。可是你站在我身边，就是时刻在诱惑我。你，白薇，你说滨江1号主卧的床，你买的结实吗？那床加床垫，我花了5万块呢。放心吧，肯定结实。我不信，必须我们2个亲自验证过。哼，你说，你是不是早就对我有意思了？这话应该是我对你说的吧？下午是谁说？你真的不想体验一下自己买的床？说什么呢？我要是晚上不回家的话，我爸肯定会多想的。哼！白薇，你叫我班长。薇薇。哎呀，李总和严叔叔谈得还不错吧？我和严总那是一见如故，聊得很开心啊。要说呀，这今天还得特别感谢一下陈总的引荐。往后要是有什么事儿能用得上我老严的，就尽管说，定然在所不辞。这时候不早了，去吧，注意安全。哎呀，你别，回头见。走了，回头见。慢走啊。没事没事，爸没喝多。哎呀，你怎么喝这么多呀？高兴。哎呦，成了！没想到啊，这么简单就成了。成了？哎呀，怎么成的？爸，喝水。这个李成啊，之前对我那是爱答不理的，可是今天热情的让我都有点受不了了。哎呀，能让这个李成如此奉承，说明这个陈秋啊了不得。薇薇啊，
你跟陈秋不只是同学关系吧？我们之前还同桌过2年多。同桌？那可比同学关系亲近多了。怪不得这个陈秋今天一直叔叔长叔叔短的叫我。薇薇啊，以后啊，你要跟这个陈秋，你得多来往啊。像这样的贵人呐，将来说不定在你人生未来的道路上能够拉你一把。他可不只能拉我一把。程总，您放心，杨总的事交给我，您早点休息。这集团内部的蛀虫清理的差不多了，现在就差这个李成，我得想想办法。喂，我明天去银行辞职，顺便帮你注册个公司，后期打理店铺方便些。好，我明天陪你一起去。哎呀，距离赣南首富又更近了一步，接下来得赶紧督促老爸给我继续安排相亲对象。那我先去辞职了。好，我在楼下等你。垂死挣扎吧，年底业绩注定被我踩在脚下。不是来谈产业园的项目吗？李总呢？李总在里面碰到了行长，我就出来了。冯行长，你怎么不在里面陪着？这可是在行长面前刷脸的大好机会啊！算了吧，我可不想在这银行干一辈子，能抱住李总这根大腿就够了。那你可要把李总的心给拴住了。放心，他现在啊可离不开我。之前那个相亲对象，他来干什么？爸，你先进去吧，碰到了个熟人，我过去打个招呼。好。进。这都几点了，你还知道来？你现在业绩还差那么多，这样下去到年底怎么完成目标？以前都会反驳几句，今天怎么这么安静？难道他这是想偷了？徐佳呀，你主任，这个是我的离职报告。离职？我不同意。我这不是请求，是通知。你怎么这么久还不出来？他怎么会来这儿？难道找表姨要了我的单位？特意找上门来的，都拒绝他了，还这么纠缠不休，就不该去那次相亲。李总十分小气，要是让他看到有人追我追上门来，那……贺小姐，好久不见。你怎么找到这里来的？别以为你和我表姨是亲戚关系，就可以随便来骚扰我。我告诉你，像你这种男人我见多了，癞蛤蟆就是癞蛤蟆，永远别想吃上天鹅肉。你是不是自我感觉有些过于良好？这是银行又不是商 K， 你怎么知道我来找你？你说我是商 K 公主，你一个打肿脸充胖子的穷逼，装什么装啊？哟，霍希啊，这一天租金不低吧？这次没开你的安卓车。李成，正想怎么换他，没想到这么快就送上门了。陈总，他怎么在这儿？难道是他知道我和贺有良私下交易了？这贺婷那个女人，她怎么会找上陈秋的呀？那个是集团的陈总，没想到婷婷和陈总认识啊！认识啊！刚刚婷婷说去看一个认识的人，说是过去打个招呼，我还以为是谁呢，原来婷婷跟陈总是朋友啊！贺婷难道是陈总以前的同学？哎，李总。哎呀，这变脸速度，放商 K 都是销冠。李总，你和行长聊了那么久，我都被人欺负了。谁欺负你了？李总，就是这个人，他明明是个穷逼，还打肿脸充胖。这是他们朋友，想被这父女俩害死了。陈总，李总，
我说你怎么3天2头就往银行跑？原来是有项目见不得人呢。陈总，你误会了，这女的就是我在银行的一个客户经理，经常纠缠我买基金信托，我也是烦不胜烦。李总，我们之前我不买基金，不买了，给我滚远点。李总，把你买的基金具体有什么，写个报告给我交上来。完了，这是被盯上了呀！李总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那个陈总，闭嘴！冯行长，冯行长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集团的新任总裁陈秋，陈总。久闻陈总大名，果真是青年才俊呐！文化产业园的项目后期也是需要贷款的，到时候还是得仰仗冯行长。那个被我嫌弃、被我看不起的相亲对象，竟然是李成的顶头上司，千城集团的总裁。冯行长，李总，许经理和陈总认识？我跟许家是发小，初中同学。被我针对的同事，竟然是陈秋的同学。怎么，辞职的不太顺利啊？卢主任他……许家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敢辞职，你下个月的工资连你的奖金绩效全部都别想要了，给脸不要脸！信不信我一句话就可以让全赣南银行封杀你？冯行长，你这个银行的主任，好大的权力呀！年底的贷款任务指标全靠千城集团，一定不能得罪这位。冯行长，你也在啊？底下人不懂事，我正在……卢主任，你好大的官威啊！一句话就能随便封杀别人。冯行长，我……行了，你的事儿以后再说。陈总，许经理的事你别担心，我会处理好的。至于卢主任，以后我会给许经理一个说法的。冯行长，这位是……这位是文化产业集团的总裁，陈总，也是许经理的发小同学。千城集团总裁，徐家，你有这人脉早说呀！完了。行了，冯行长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走。陈总慢走啊！冯行长，这下位置保不住了。李总，我这是倒了8辈子霉了呀！啊，认识了你们父女俩！完了，这产业园的项目要泡汤了！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怎么得罪了陈总啊？他就是之前我的那个相亲对象，我也不知道他的身份，我就骂了他几句。什么？你们之间还相过亲？多好的接触机会，你生生的给推了出去，现在还把人家给得罪死了。如果我当时好好相亲，那我现在……哎呀！陈总，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。我的人？那晚上跟我回去呗。行啊，你说去哪儿，我们就去哪儿。开玩笑，我是那样的人吗？这个木头，非得让我挑明了说吗？喂。啊，陈总，我是邵淑双，您今晚有时间吗？我想请您吃个便饭，一来是之前对您的冒犯赔礼，同时也有一些工作上的事情。当初曼童说的对，面对男人就应该主动出击。邵淑双的能力不错，以后提拔成自己人也好。行，那晚上见。晚上还要忙吗？跟同事吃个饭。那明天接手商铺的事情，你还去不去？明天不行，我还得相亲呢。相亲又是相亲，相亲有瘾了。哼！要是我去找罗阿姨，把明天的相亲给换了。哼！他答应了。曼童，晚饭我不在家吃了。啊？这么着急干嘛去啊？哎，晚上又要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吃饭了。加入前程集团之后，
还没好好感谢总裁爸爸呢。晚上一起吃个饭。张曼彤现在也加入了集团，跟邵书双认识下也好。耶！出门吃饭喽！陈总，不用客气，坐。陈总，感谢您之前不和我计较，书双觉得应该当面道歉才合适，所以我先自罚3杯。你这一上来直接喝3杯，你怕我抢你茅台啊？陈总要是尽兴的话，书双自然奉陪。曼彤说过要主动。这是库里斯，这也太想进步了。陈总，总裁爸爸，我来。这书双，曼彤，总裁爸爸，你之前说的心仪对象就是陈秋？你们2个认识啊？太认识了，她是我闺蜜。巧啊，书双。没事，来坐着。这曼彤啊，也是咱们公司的员工了，以后你们2个可以多交流交流。先吃饭啊。陈总，哎呀，这天色不早了，我得回去了。今天就不送你们了。明天不是还要去公司吗？明天下午再说吧。明天上午还得去星落咖啡厅相亲呢。走了。相亲？怎么好像天天都在相亲啊？张曼彤，你是不是该给我个解释啊？书双，我这不是怕你误会吗？你也看到了，我也没拿下陈总，他明天还要去相亲呢。也是。不行，我得快点拿下总裁爸爸才行。相亲，明天我偷偷跟着去，不信能相成功。喂，班长。明天中午有时间吗？产业园项目的事，我还没来得及好好谢你呢。我请你吃饭怎么样？中午不行啊，我还得相亲。相亲？陈秋，你还要相亲啊？我妈提前安排好的，就走过过场。行，走过场是吧？在什么地方呀？就在商场星落咖啡那儿。好。相亲是吧？行，我倒要看看是个什么样的女人。6号桌。你好，我是陈秋，我来相亲。
希望今天的相亲对象能给我个惊喜。你好。你笑起来挺像我一朋友。是吗？有多像？许佳，怎么是你啊？你和谁像不是像？我就跟罗阿姨打了个电话，插了个队。陈总，不介意跟我相亲吧？白薇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在家闲得无聊，来见见你的相亲对象啊。你谁啊？怎么随便挽别人胳膊呀？陈秋，我是你的谁？哎呀，肚子疼。哎呦，哎呀，总裁爸爸，一次相亲相2个呢。总裁爸爸，这什么情况？怎么突然就修罗场了呀？都说相亲女要求很高，可我愿意什么都不要，你们能做到吗？嘿嘿，今天这相亲肯定能搅和。我也可以什么都不要，而且我还能帮他打理产业。我自己就有公司，我可以全权交给他来运营。我也可以倒贴，总裁爸爸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给你。陈秋，你说你选谁？你选我，选谁？爸爸，总裁爸爸，总裁爸爸，这都放开，都不是我的菜，把我原本的相亲对象还给我。